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。我係小青，今日呢集勁特別，因為節目要暫停更新10日啦喎。係啊，唔係我哋偷懶，係因為台長 Betty Lam 飛緊去撒哈拉跑一個100公里超級馬拉松。你冇聽錯，真係撒哈拉個撒哈拉，唔係喺西貢個沙灘度跑啊！我第一次聽到都以為佢講笑，點知原來張機票都買好晒。今集出街嗰陣，其實佢已經喺飛機上面啦。係咪有啲戲劇性？平時喺咪前聽佢笑笑口咁傾偈，轉頭就去挑戰人生極限。其實佢想去撒哈拉呢個念頭，唔係話今日諗起聽日就跑，係由細個開始發芽。就係因為三毛嗰本撒哈拉嘅故事啦，佢成日講話細個睇到會幻想自己企喺一大片沙海中間。你諗下，一個小朋友喺屋企睇小說，腦入邊已經去咗非洲，聞到沙塵味，聽到風聲咁。跟住大個之後，現實當然唔會一聲就送你去沙漠啦，仲要返工、生活、捱地鐵。但係佢就好有趣，冇放低個夢，反而喺生活入邊揾位擠啲空間，慢慢練體能。由行山開始啊，最開頭好似話上個獅子山都喘晒氣，之後去第二啲郊野公園，越行越遠。再之後就玩路跑，報10公里、半馬、全馬。再之後玩越野跑，行100公里毅行者。俾人鬧癲咗咩？星期六日唔抖下，要去山度辛苦自己。但佢成日講句，我唔係中意辛苦，我係中意知道自己其實去到幾盡。呢句我好記得。10幾年喎，唔係3個月塑身計劃嗰啲，係真係10幾年，慢慢將睇小說嘅幻想變成有可能執行嘅計劃。其實中間佢都試過放慢腳步㗎，有時身體有傷，有時工作太忙，但條線從來冇斷。你覺唔覺得好多人成日話有夢想，但夢想好似一個 hashtag 咁打喺 IG 度就算。係啊，Betty 就係嗰種會靜靜雞去查比賽資料、問人裝備、凌晨起身跑步嗰啲，冇乜特別同人宣傳。今次撒哈拉100公里，其實唔止係體能挑戰喎，仲有心理同孤獨。你喺沙漠，四圍都係沙，冇乜人聲。係啊，香港喺街行兩步就便利店、咖啡店，喺撒哈拉你得返自己個心聲，聽到嗰啲唔得啦，點解要嚟嗰啲聲？佢出發前同我哋講，佢最想體驗嘅唔係完成嗰一下，而係路上不斷同自己對話嗰個過程。同埋佢話細個睇三毛覺得撒哈拉好浪漫，大個之後再睇一次就開始明白三毛講嗰種孤獨感同自由感。所以今次去，某程度上都係去見翻細個嗰個自己。問下你仲記唔記得當年嗰個夢啊？我聽到嗰度真係起雞皮，覺得原來人可以咁樣，唔係淨係為咗比賽名次，而係為咗完成同自己嘅一個約定。而我哋節目暫停10日，某程度都係想同大家講，人生有啲時刻值得你暫停日常 routine，專心去做一件事。係啊，平時我哋日日出一集，陪住大家返工放工，但係今次就輪到我哋陪住 Betty 行呢段長路。你可以當係一個小小練習啦。當呢10日係聽眾版嘅撒哈拉，問下自己有冇啲想做好耐嘅嘢，一直拖住。可能係好細嘅事都得㗎，例如學一樣新嘢、整理間房，或者好好同自己獨處一個下晝。到 Betty 跑完翻嚟，我哋都會邀請佢上節目，和盤托出成個過程，身體點頂住，心入邊點掙扎。到時你哋可以當佢係一個長篇版撒哈拉嘅故事，只不過主角叫 Betty，背景由書頁變成真實嘅沙。咁今集差唔多啦，都祝 Betty 一路平安，順利完成100公里，平安翻嚟同我哋再飲茶吹水。亦都多謝大家體諒我哋停更10日，記住訂閱住個節目，等我哋一翻嚟，你第一時間就會聽到佢嘅撒哈拉故事。咁我哋茶餘飯後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慢慢傾。多謝收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